请顺正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共读听你的话语，要从你的每一句话中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认识你，从你的话语里面更看见你伟大的创造，你的全能，行神迹奇事。主，你是慈爱信实，更是公义的神。你的每一句话也都要成为我们的警醒、学习跟随。愿你帮助我们忠心在你的命令，能够真实的来悔改，信靠你，同心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历代志上的第10章。那我们请顺正长老来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7节。第10章第1节，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打仗，很多以色列人被杀，剩下的人包括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逃跑了。但非利士人追上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约拿单、亚比拿达和麦基舒亚。扫罗周围的战斗越来越猛烈，他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受了重伤。他对替他拿兵器的侍卫说：“拔出你的刀，把我刺死吧，免得我受那些未受割礼、目中无神的非利士人凌辱。”但那侍卫非常害怕，不敢下手。于是扫罗拔出自己的刀来，伏在刀上，自刺而死。那侍卫一看见扫罗死了，也伏在自己的刀上自杀。这样，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都死了，他的王朝也结束了。耶斯列谷的以色列人听说以色列军队逃跑了，而扫罗和他儿子们也都阵亡，就弃械而逃。于是非利士人占领了他们的城邑。好，谢谢。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对照，就是撒母耳记上的31章，也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扫罗王从撒母耳记上第9章开始介绍他，一直到31章。扫罗做王有40年，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扫罗做了40年，他有3次的失败，但3次的失败，上帝都有给他机会，但是扫罗他每一次没有把握机会，以至于上帝也厌弃也废弃他做王。那这是在讲到扫罗他最后一场的战役，就是跟非利士人的攻打，来到了这个在这个事件之前呢，就是扫罗他去招魂去招了撒母耳的魂上来，所以撒母耳就预告扫罗明天就是这场战役当中，扫罗必定要死，所以扫罗他带着害怕恐惧去打这场战，即便呢他已经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但是呢他还是不愿意死在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的刀下，所以他就要拔出自己的刀。那后来叫侍卫来拿兵器人，就是侍卫来杀他，但是拿侍卫不肯，所以扫罗是自己伏在刀上。所以在那一天第7节讲到呢，在平原就是耶斯列谷，其他没有上去打仗的以色列人，听说以色列军队都逃跑了，而扫罗和儿子都阵亡，所以他们就弃了耶斯列城所有的谷中平原的城都逃跑，所以那个以色列这个的范围呢，大部分的范围就被非利士人占领了，所以这是从士师记之后这个以色列大面积的失去他们的疆土。接着我们再读第8节到第12节。战后第2天，非利士人去剥被杀的人的战衣，
发现扫罗和他3个儿子的尸体躺在基利波山，就剥掉扫罗的战衣，割下他的头，解下他的武器。他们派人到非利士各地去，向他们的偶像和人民报告好消息。他们把扫罗的武器放在他们的一座神庙中，把他的头挂在他们的大衮神庙里。基列境内亚比城的居民一听到非利士人对扫罗所做的事，当地所有的勇士就出发去夺回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把他们带到亚比，葬在那里的一棵橡树下，并且禁食7天。13节，扫罗死了，因为他对上主不忠，没有听从上主的命令。他求问死人的灵，而不求问上主，因此上主击杀他，把王位给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以上。好，谢谢。那这里呢讲到扫罗死了，但是敌人也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国王君王已经死了，所以到战后的第2天，也就是隔天，他们去剥那些人的战衣，才发现扫罗还有他的3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米非波设太小了，没有上战场，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扫罗的头割下。那这里讲的是单数，所以呢是有扫罗一个的人头落地，然后呢解下他的铠甲，也是单数，然后呢就派人到非利士各城各地去，向他们的偶像人民来报告好消息，然后把扫罗的武器就放在神庙当中。扫罗的头在哪里呢？挂在他们的神大衮神的庙里。那这个大衮神呢，他就是一个掌管农业的神。据传呢，他是巴力的父亲是这个巴力和亚瑟拉的父亲。所以在撒母耳记呢也有讲到，约柜曾经被掳到大衮神庙当中，但是隔天大衮神就倒在约柜前面，然后他们再放一次，隔天呢大衮神不仅是倒下来，而且他的头也断了。现在呢换扫罗的头也被砍下来，拿去放在大衮神庙当中这个是在撒母耳记所记载的事情。那时候是撒母耳当士师的时期那这是在早期，所以大衮这些非利士人可能也是在报这个仇。而这里讲到基列境内的亚比城，那和本圣经直接翻成基列亚比，就是在基列地区的亚比。那基列是谁呢？基列我们在历代志上第7章17节有提到这个人，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所以呢，这个基列呢其实也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群亚比城的人，那他们呢，曾经被扫罗救过，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呢，扫罗第一场战役跟亚门人的战役呢，就是救了这一批的亚比人，所以亚比人他们非常的纪念扫罗的恩惠，所以他们知道扫罗被杀，而且他的头在大衮神庙，他和他儿子的身体呢被吊在这个城门上所以他们就去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回到亚比，并且站在亚比的橡树下，并且还为扫罗埋这个禁食7日。今天这段经文的1到12节是一模一样的，从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1到13节贴过来的。那因为历代志上比较后面，所以他是把撒母耳记的经文把它复制过来，但是最后加上这2节13、14节，说扫罗死了是因为扫罗对上主不忠。有3件事情，他对上主不忠，没有听从上主的命令，是哪一件事情呢？上主不忠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当扫罗第一次要对抗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按照撒母耳的指示，要在吉甲等他7天但是等了7天呢，撒母耳还没有到，而且人民也开始离弃扫罗，所以扫罗就越来越紧张，就说赶快把烧化祭和平安祭的祭牲带到我这里来，因为撒母耳是利未人，他可以来行使献祭但是扫罗是便雅悯人，他不行。
但是呢，扫罗就勉强献祭或是不合法的献祭，结果呢，当他献完祭，撒母耳就到，所以撒母耳就责怪他，所以在那一次当中呢，撒母耳就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给你的命令。如果你遵守，他会使你和你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可是现在你的王朝不会长久，因为你不听从他。上主要找合他心意的人，使这个人做他上帝子民的统治者。”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卫，不过这也是一个离大卫还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那第二件事情呢？扫罗对上主不忠。第二个呢，没有听从上主的命令啊。哪一件事情呢？是在指撒母耳记上第15章。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上主要扫罗去消灭亚玛利人哦。因为上主告诉亚玛利人说，他们祖先，亚玛利人的祖先呢，曾经敌对以色列的祖先哦。在摩西那个时代。所以呢，上帝要灭绝，上帝的应许就是要灭绝亚玛利人。可是呢，扫罗最后呢，却把他的军队留下亚玛利王亚甲王的性命，也没有杀掉那些亚玛利人当中最好的羊群、公牛、小牛和小羊，还有其他的好东西也都留着，只毁灭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后面上主就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我后悔立扫罗做王，他违背我的命令啊。”所以才有这个16章15节，15章15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上帝要的不是这些的祭牲，而是要的是听从和顺从啊！所以在这里。上主喜欢是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啊！所以你既然背弃上主的命令，所以上主也厌弃你，不要你做王。这是第二件事情，没有听从上主的命令。第三件事情就是求问死人的灵，而不求问上主啊！所以上主就击杀他。把王位让给了大卫。好，那这件事情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8章。28章的时候呢，就是扫罗再一次要面对非利士人。而当他面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呢，非常的害怕，就来求问上主该怎么办。可是上主也不让他有梦，也不借着巫灵，也不借着先知回答他，所以扫罗就命令臣仆找巫婆，所以他就去隐多尔找了巫婆。后来这个巫婆呢，他指定要招魂，可是那个巫婆说，扫罗王他说过，所有强迫扫罗王命令所有占卜的巫师都要离开以色列，为什么要陷害我？那扫罗就说，好，不会，好，你一定不会为这事受惩罚。但扫罗王他是乔装，因为他命令人家不准去交鬼啊，可是他自己却去交鬼。而且呢，当他真的见到撒母耳的时候，这女人看到撒母耳的时候，就认出你是扫罗王。那后来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说上主离弃你，成了你的敌人，为什么要招我呢？上主向你所做的，已借我的口告诉你，上主已经夺去你的王国，把它赐给大卫，因为你违背上主的命令，没有把亚玛利人和他们所有一切的全部消灭，所以今天上主这样对你，他也要把以色列人交给非利士人。明天你和你的儿子都会跟撒母耳在一起，就是在阴间哦。上主也把以色列军队交给非利士人，所以这已经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了好几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三件事情就是今天这段历代志上的最后2节，这三件事情。所以上主击杀了扫罗，把王位让给了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啊。好，那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扫罗他的一生啊，扫罗的生平。我们已经把1到9章最困难的族谱已经读完，从接下来第10章到29章，就是一连串跟大卫有关的故事，而且呢都是用比列王记更加正面的立场态度来回看
大卫，还有包括所罗门，好，这些犹大支派、犹大君王的故事哦，为的就是要来使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能够来纪念，也能够来效法这些先人的信仰，而刻意的不去提他们那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哦。所以这是历代志的观点。好，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为了要介绍大卫，要先交代扫罗怎么死的。好，那我们透过这个图表呢，可以简单的来看，扫罗是38岁被膏，然后大概38岁就登基做王。好，这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0章、11章。扫罗是在撒母耳记上9章就出现。而在他大约40岁的时候呢，就面对非利士的战役啊。可是他第一次的战役呢，他就突锤啊，好，他就是匆忙献祭，不合法的献祭，好，才40岁，好，才做王的第2年。后来呢，在他大约是在56岁到61岁的时候呢，就是面对亚玛力人的战役，刚才我们讲的撒母耳记上第15章，这已经做王了16年，好，甚至20年之久。上帝已经厌弃他，但是上帝还是让他做了快20年的王哦。可是他居然留下亚甲王的命，而且留下亚玛力人的东西，好，所以他没有听命，没有顺从，所以上帝要废弃他。可是上帝还是让他又做了22年，将近20年了。好，然后到他78岁的时候，他才去因为招魂的事情，在战场上阵亡哦。那对到这个时间点，当扫罗20岁的时候，对不起，40岁的时候呢，是这个约拿单20岁，所以扫罗大概是在20岁的时候生老大儿子约拿单哦，后面还有3个弟弟。而约拿单他认识大卫的时候呢，约拿单已经46岁哦，46岁，而大卫几岁呢？大卫大概是在18岁到20岁之间，大卫大概是在10到15岁被撒母耳所膏，好，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大概在18岁的时候呢，上战场打赢歌利亚，应该在18岁以下啊，因为18岁以上都要上战场啊。但是大卫不用，他还在放羊。20岁呢，他就因为他当了军官、指挥官，娶了扫罗的女儿，可是因为扫罗嫉妒，所以逃亡了。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年纪哈，约拿单跟大卫两个并不是同年纪啊。一般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啊，他们好像是一对非常彼此相爱，而且他们相爱的关系超越了夫妻。但是呢，按照年纪来看呢，他们年纪大概相差25岁左右啊，差了25岁的年纪啊，所以应该还是比较像是一个父子一般的关系哦。好，那所以从大卫回来看约拿单46岁认识大卫，而他跟他老爸是同一天。58岁的时候，他老爸78岁，在这个非利士的战役当中，一起阵亡。而当他阵亡的时候，大卫几岁？大卫才30岁，才30岁。好，所以30岁这个是最确定的年纪哦，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章1到4节。好，这里有讲到了，大卫是在30岁的时候做了在希伯伦做犹大支派的王。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好，其实他代表是整个以色列的王，可是呢，却从犹大另外先选出了王，可是另外一个11个支派还不承认犹大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王是谁呢？就是扫罗的最小的儿子，这个伊施波设，后来和伊施波设大概有2年多的冲突，7年，将近7年的冲突。所以直到伊施波设死掉之后，大卫37岁，他才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啊，全以色列的王啊。所以这当中有7年的时间。扫罗的家谱，我们可以从历代志和撒母耳记看到是不同的版本。历代志是认为尼尔就是这个基士的爸爸，但是在撒母耳记认为尼尔和基士是兄弟啊。好，那尼尔生了亚尼尔，亚尼尔就是扫罗军队的元帅啊，所以他和扫罗是同一个辈分，所以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哦。那扫罗呢，他有他的妻生的伊施波设和约拿单，和妾呢生的这些后面的孩子。那还有2个女儿，大女儿先嫁给大卫，后来没有生育，小女儿后来也嫁给大卫啊。那在这个伊施波设呢，后来
他有名字叫做伊施巴利啊。那后来伊施巴利，他最后呢就是和大卫在争夺这个谁是以色列的王当中呢，就后来是被杀，被以色列军长所杀，所以大卫就顺理成章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君王。那么明天要读的是第11章，但是我们发现从历代志上第10章到历代志上的第11章，这中间呢，跳过了撒母耳记下的1到4章哦，因为我们明天读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也利用今天的时间，大概先做一个简介，就是他跳过哪些东西呢？大卫怎么当上以色列王之前，其实当大卫知道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就知道，当大卫知道扫罗约拿单死后呢，大卫非常难过，禁食，不愿意吃饭，悲泣，甚至还做了一首哀歌。而在第2章呢，大卫虽然被膏成为犹大王，那伊施波设就是扫罗的最小的儿子，也被膏作以色列的王，所以同时2个王在管理迦南地。虽然非利士人来占领，但是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住在他们的区域当中只是他们很多地方都被非利士人夺去了。而第2章的下半段呢，讲到了大卫代表的犹大家，而伊施波设代表的便雅悯家，所以是2个大家支派的征战。这2个呢，也让我们想到谁呢？犹大是大老婆这个利亚，便雅悯是雅各所喜欢老婆拉结，所以2个妻子的后代的征战。那在这征战当中呢，约押是为了他的弟弟这个亚玛撒被押尼珥杀死，所以约押是谁呢？是大卫的大卫的妹妹的孩子，所以要叫侄子，他们要叫大卫叫舅舅。那押尼珥是谁呢？押尼珥呢，就是这个扫罗的侄子扫罗的侄子，所以大卫的侄子跟扫罗的侄子在征战。那约押呢，就因为他的最小弟弟被押尼珥杀了，所以他就怀恨在心那这个故事我们要把它记得，因为我们读到历代志后面的时候，会再回来看到这个故事。那后来伊施波设呢，他责备他的元帅押尼珥，押尼珥一气之下呢，就跑去投靠大卫，他就投奔犹大，他就不帮便雅悯了。而大卫也跟押尼珥来立约就是要保护他，并且会让他平安，不会被害。可是呢，约押他的弟弟是被押尼珥杀的，所以约押很生气，他知道押尼珥来投靠大卫，他就背着大卫叫押尼珥回来，结果当面就刺杀押尼珥。而大卫知道押尼珥被害，因为他已经跟大卫立约，所以大卫非常的难过，也痛苦，又禁食又举哀，而且他也咒诅了约押自己的侄子说约押不守诫命，不遵守承诺必定要被上帝咒诅。最后虽然约押一直在大卫旁边很久到大卫死了，约押都还没有死。可是大卫交代所罗门的3件事情当中，其中1件事情就是要报约押的仇就是要因为约押杀了押尼珥，所以这是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会再提到这个故事，但是呢已经很久以后了但是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概念。伊施波设呢他也后来也被刺杀，而且他也被砍头所以扫罗自己被砍头，他的儿子一起死，然后他最小的儿子伊施波设也被砍头。这件事情呢，又让大卫知道，但是大卫又很难过，所以即便他的跟他们在抢夺王位的、抢夺整个以色列的治理权的便雅悯支派，终于被消灭了，可是大卫并没有开心，他仍然顾念扫罗的家族那后面才是第5章，也是我们明天要读的第11章。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来见大卫，而且推举大卫要做全以色列的王，不再是只有犹大支派的王所以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扫罗他的悲剧他上帝让他有很多的机会让他高人家一颗头，可是他自己的心里面呢，却觉得自己是最卑微的便雅悯支派，又是便雅悯支派最卑微的家族然后又是觉得自己很微小然后做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带着害怕，带着恐惧，以至于呢
他在最重要的关头当中没有拿出信心，而是让害怕来胜过他，而且呢，又因为对大卫的嫉妒，被邪灵搅扰，所以扫罗的一生呢，虽然做王40年，但是他真正快乐，在圣经当中我们看他真正快乐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在恐惧、害怕、嫉妒、后悔、追杀，他追杀大卫就不知道追杀了10几年当中来度过，所以是非常的可惜啊。那反观大卫，大卫就是我们明天开始要读的，从历代志11章一直读到结束，我们都会一直继续来看大卫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再次来回顾扫罗的一生，也看见扫罗他的一生3次重大的失误，都是没有办法用信心来相信上帝的话，他急躁的献祭破坏了献祭的规矩，他没有听上帝的话，消灭亚玛力人，甚至还留下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最后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去求问鬼神，而没有求问上帝。虽然求问上帝没有回答他，但是他却去向邪灵、向鬼神来低头下拜，以至于上帝要取他的命。也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而是要学习像大卫一样，即便人家害我们，但是我们不去伤害上帝的受膏者，让我们能够像有个大卫一样的心志，就是愿意为主来受苦，愿意为主的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愿意为义来受苦，让我们谨守上帝的一切的律例诫命和教导。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